国际新闻来看，两岸局势紧张。美国媒体指出讲，美国方面正烦恼讲台海紧张的局势继续升悬，等下制定台湾的美国侨胞撤离计划。也毋过，白宫是强调讲，目前并无这方面的考虑。咱国外交部嘛表示讲，已经确认过，无任何一个国家捌演练过台湾撤侨的计划。中国对台继续军事施压，美国媒体《新书报》报道，美国政府烦恼台海紧张局势提悬，即马咧制定伫台美侨撤离计划，不过北京无承认有任何现象表明需要调整这项政策。It's not routine U.S. policy to evacuate private American citizens from areas of conflict. And there's no indication at this time that current conditions in Taiwan would warrant any reconsideration of that policy. 所有国家的驻外管处都有紧急应变计划，也会定期盘点检讨。但是经过外交部一一的确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在演练台湾撤侨，就是没有这件事情。外交部表示，无任何国家演练撤侨，台海问题国家上高度竞争，美中关系继续紧张。当然，军事对话去年8月就登去，虽然双方想要破冰，不过因为中国间谍气球的事件，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2月访问中国话停。即马布林肯风声10月要访问中国，所以因为美国指中国伫古巴设间谍基地，恐惊为访问中国增加变数。Nothing's changed about the fact that we understand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tense right now. And nothing's changed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president wants to keep the lines of communication open with the PRC. And we talked about this last week, some of the important lines of communication, military to military, are not open. And we want to get them back open. 美国想要甲中国修补关系，不过也继续协助台湾强化防卫。美国众议院军委会公布2024所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内容包含美台联合生产武器的可能，要解决台湾军售项目延迟交付问题。因为66架 F-16V 战机延迟交付，原本2017年就届满售期的幻象2000战机，传出军方评估后勤做好的情形之下，搁延役10年规划。记者综合报道。